然后结果发现自己没办法得到，他便很不快乐，他并没有安全感。这是一个循环，然后一直在反复，因为他就说我没有得到，所以我又想要，我应该要得到啊。我们在学校里面，在生活当中，常常我们会觉得说，我配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当我们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奖赏？最近在上到国中、国小去上生命教育课程的时候，我回顾在过去那一年当中，我发现有些学生会这样子：我回答的问题，老师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贴纸。如果我没有拿到贴纸，或者老师你没有点名让我回答，他觉得他就不想听课，他就趴在那里。这就是他陷入在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。他觉得自己可以，然后我可以得到，可是我却没有得到。我一定要会陷入在这样的循环里面。当想要强烈变成一定要的时候，有可能他原本是没有错，但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控制了你的思想、你的行为，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偶像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内心的偶像不是单单指有形的，这个是指在你心里面那种无形所产生的一种偶像。我一定要这种偶像是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可以得到幸福、满足或安全感的东西。这里有4段经文，如果手头上有圣经的人，你可以拿出来看。这4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在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得到那种满足需要是要从上帝而来的。路加福音12章29节里面这样说：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上帝已经应允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去担心。哥林多前书4章5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。以弗所书5章5节，因为你们确实知道，无论是淫乱，是污秽，是有贪心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。有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。马太福音6章24节里面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可能会有些东西让我们觉得会有安全感。我举个例子，可能各位从生长的过程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。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睡觉的时候，是不是灯一关，你们就觉得有点害怕？所以呢，有的小朋友呢，他就需要怎样抱一个玩偶，拉一条棉被，或者是他有一些我们看似很奇怪的东西，他只有抓着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才觉得有一个安全感。他觉得那一个可以让他赢过所有的一切。我还是要提到我的小儿子，他最近睡觉的时候，他说我怕。我说你怕什么？上帝与你同在。他说爸爸你陪我。我说上帝与你同在。他说可是我就是害怕。我说上帝与你同在。所以他的害怕那种偶像的心已经进入到他的心里面了，使他觉得说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要抓住，要有人在他旁边，他才有那个安全感。偶像就是会像这样子，就成为他的一个偶像。如此，我们要再来分辨一下这个偶像的过程里面，还有一个是马丁路德所说的，我们寻求的东西是从心底信靠相信的对象，将我们的心奉献托付给给那个对象，那这个就成为你的神，就是变成你的偶像。这是马丁路德对偶像的一个解释。我一定要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虽然有信心去相信上帝，而且愿意单单的依靠他，但是有时候
我们会允许其他的事物去辖制我们，我们就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列王记下17章41节里面，它记载着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他们知道他们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，可是他们处在异地、处在异乡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不能免俗的。他们觉得我到这里，我还是需要来跟这个土地、跟这个国家的人民，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偶像在一起，他们被辖制住了。所以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要被其他的事物辖制了我们。好，跟你旁边人讲，不要被其他的事情辖制了你。偶像有可能产生好的欲望，也有可能产生邪恶的欲望。往往不是我们要什么，而是我们要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并且把那种要的那种欲望转化成为我们必须要被满足，而一定要。我们常常会去外面吃饭，如果我们去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想说，我到底要吃些什么东西？那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去吃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去吃那种吃到饱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吃到饱的好棒哦！里面那个餐厅通常都会说，我们餐厅吃到饱，我们有上百道菜，所以我们就开始，我们什么都要吃，什么都要被满足到。可是往往我们却无法容纳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要什么，而是我们那种一定要的会使我们自己负荷不了。所以在我一定要这里面，这本书里面有提供几个问题，让我们去思考一下，可以概略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从那种原来是好的想要，转变成为那种不道德的或是错误的观念里面的那种一定要。第一个是，只要我有什么什么，我就会有幸福、快乐和安全感。第二个是，你可以再想想看，我会不计一切的代价要什么东西没有？还是当我要的这个东西我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我是否觉得那一天我的心情很不准，我觉得很挫折，我觉得很焦虑，然后我就有一些苦毒，为什么我得不到？所以我们如果用这几个问题去想想看，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从那种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，转变成为那种一定要？而且我们常会用说，那是我应得的，或说这是上帝所命定的，来合理化、神圣化我们的欲望。我们真的应得吗？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的去思考。当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可能100%有纯全的心，所以我们也不能用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是正常的。我们不能用这种借口来合理化自己。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，所以我们就会呈现出来上帝管教的那一种特质。上帝管教的特质是什么？在诗篇103篇第8节里面。这就是上帝的特质，耶和华有怜悯、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遍，来，请。耶和华有怜悯、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耶和华的特质，上帝管教的特质里面，就是有怜悯、有恩典，而且不轻易发怒。他给我们是有丰盛的一个慈爱。管教是需要的，但是需要被爱和温柔所包围。当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留下那种不饶恕还有苦毒所遗留下来的那种影响。加拉太书6章1节说：兄弟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了。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来挽回，这等一下后面会讲到，这温柔的心到底是怎么样。第三个是，当我们从一定要会进入到我论断。
偶像的崇拜的一定要，往往是会使我们不管在言辞或者在心里面去论断别人。我们会用批评、挑剔、抱怨、责怪来论断别人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就在扮演着上帝的一个角色。雅各书4章12节里面，他说：“设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人呢？”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也会使我们跟那个魔鬼撒旦一样，没有两样。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心里会有一些苦毒。雅各书3章14到15节继续这样说：“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来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”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是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真理？不过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以爱心、温柔来纠正、挽回别人。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，我们要用爱心、温柔来纠正、挽回别人。爱心就是我们的动机。当我们要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是以爱心最开始。温柔的心是一种方法，我们用温柔的心来带出一种方法来纠正别人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他，使他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在罪的论断中，论断别人那种有一些常常会出现的特征，有优越感，有愤怒，有责怪，有苦毒，有怨恨，而且常常会去推断别人的动机。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：“今天我是会长，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的，你就照这样去做。”弘扬之前有这样做吗？没有哈。如果有的，你可以私底下来找我。有时候我们会用愤怒的，因为我们在跟他争执当中，我们用愤怒说：“都是你的错，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。”我们会去责怪他，因为都是他的错。我们会去怨恨，为什么我得到的比他少？然后我们去论断他，原来他可能，弘扬他是为了什么什么利益，他为了把妹，所以呢，他就做了这些事。可事实上，我们如此就是在论断人了。所以，我们与人的关系越接近、越靠近的时候，我们会对他的期待就会越多，我们就越有可能去论断他们。所以，我们要去谨慎，要小心。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亲密，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关系很亲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他有所期待。我们就会说：“弘扬，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的，你怎么还会这样做呢？”我们就会对他有一种期待，所以我们就会去论断他：“你不应该这样。”在此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跟我们关系越好的人、越亲密的人，我们要去注意，不要去论断他们。期待并非有对错，但是如果不小心，这些期待会变成我们论断别人的一个标准。我的大儿子承恩今年上小学1年级，在早上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说：“你6点50起床，然后洗脸刷牙吃早餐，7点20要出门，因为你7点半到7点40要到学校。”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标准。我对他的期待是这样，没有错，可是却变成是我的标准，我要求他，可是不小心有一天他达不到，我就跟他起了争执。你为什么今天早上动作这么慢？你在摸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什么漱口刷牙搞了5分钟，搞了10分钟？你喝一杯牛奶，你可以一口气喝完，你为什么停顿在那分了4、5口把它喝完？会变成是我们论断别人的一个标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要很小心的知道，我们跟人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加诸在别人的身上。第4个部分，从我论断之后，我会变成是一种我惩罚，我要惩罚对方，或者是惩罚某些事物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，
好意思。